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每个礼拜都可以看到大家，可以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赞美主，来敬拜主耶稣。让我们来欢迎耶稣，让圣灵来触摸我们的心。在神的宝座前，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来经历圣灵来浇灌我们。感谢主，上帝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上帝的敬拜就在我们的当中，上帝的真理就在我们的当中，上帝的盼望、喜乐就在我们的当中。这礼拜大家都过得好吗？有没有人在充满挑战的？有没有人在经历低谷的？有没有人正在经历身体的病痛的？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会疲乏，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会有软弱，但耶稣说，等候他的必重新得力。我们都是一群等候主的人。主说，他要在我们疲乏的时候，他要赐能力，他要加力量。这是上帝的话，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阿们吗？我邀请会众，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诗篇34篇1到4节，我们一起。我们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诗篇第34篇6到8节，我们一起。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神的话是有力量的，神的话是充满盼望的。谢谢主耶稣，让我们有胜过难处的力量，是更多爱主的力量。让我们有一颗坚持到底的心，让我们奔跑不放弃。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大能，来经历神的同在，更是来经历神话语的美好。神的话立定到永远，阿们。我请会众，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耶稣。生命，让我全心感受，胜过我的生命，赐下宁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
姐妹，我们一起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身边所爱的人，为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至圣所的宝座前，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仰望你，我们依靠你，主啊，更是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真的是来与你亲近，主啊，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你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无论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何事，我们仍然要信靠你，你的爱，你的真理，我们永不分离，是我们生命中的光，照亮中我们心中的黑暗。主啊，我们要向你呼求，在我们身边有病痛的家人，有我们所爱的人，有我们所爱的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正在经历病痛。主啊，求你的医治大能来医治他们。主啊，让他们的身体，让我们的心，再次靠着主你的医治、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再次康亮起来。主耶稣，你说疲乏的你要赐能力，软弱的你要加力量。主啊，你说等候你的必要重新得力。主啊，我们都要等候你，主啊，我们都要来敬畏你。主啊，有时候环境的试炼，主啊，有时候在绝望痛苦当中，主啊，有时候我们在病痛当中，主啊，有时候我们已经泪流满面了。主啊，但你帮助我们依然献上敬拜。主啊，你帮助我们依然扬声来歌唱。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来拥有你。谢谢你，你用你的爱来拥抱我们，你的爱就来围绕我们，让我们有力量战胜生活中所有的挑战。主，我们要单单来敬拜你，主，我们要抬起头来仰望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学习，来依靠你，来寻求你，来顺服于你。主啊，因为你的恩典就在这里。主啊，你说你爱我们到底。谢谢主耶稣，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所求的。阿们。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要扬声来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我真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我真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耶稣，你是我们的唯一。耶稣，我们要单单的爱慕你。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我们一生单属于你。耶稣，哦耶稣，你是我唯一。耶稣，哦耶
的心。让你爱如大水浇灌我，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愿生命紧紧充满我，使我自由。让你爱来渗透我生命，为你而我荣耀你的名，我愿圣洁顺服你旨意，紧紧跟随你。主啊，谢谢你的爱来浇灌我们的心，你用十字架的爱来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渴望有你，让我们的生命更圣洁的来追求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你。所以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要渴望你的爱涌流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活出生命的色彩，活出荣耀主你的名。所以我们要荣耀你，我们要荣耀你的名，好不好？我们一起高举我们的手来呼求，求主的爱来浇灌我们的心，抓你的爱来浇灌我们的心。让你爱如大水浇灌我，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愿生命紧紧充满我，使我自由。让你爱来渗透我生命，为你而我荣耀你的名，我愿圣洁顺服你旨意，紧紧跟随你。主啊，求你爱来浇灌我们的心，让你爱如大水浇灌我，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愿生命紧紧充满我，使我自由。让你爱来渗透我生命，为你而我荣耀你的名，我愿圣洁顺服你旨意，紧紧跟随你。所以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紧紧跟随你，所以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紧紧跟随你，所以我们的生命要紧紧的跟随你。紧紧跟随你。主耶稣，是你的拣选，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合一的来敬拜你。你是我们荣耀的君王，你是至高神，主耶稣。所以我们要来赞美你，所以我们要高举你的名。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就要靠着你的带领，再一次复兴我们富强教会。说我们要荣耀，我们要荣耀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耶稣。我看见荣耀
我，驾着云彩而降临，全地震动，全地震动。主你用慈爱怜悯，将我最完全洗净，万民歌唱，万民歌唱。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至高神。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至高神。我看见全新时代，新奇要的照着地，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我看见复兴来临，全因祷告寻求你，我们屈膝，我们屈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至高神。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至高神。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来洁净我们的心。哈利路亚！就一直接近我心，开启我双眼，看见你心意，教我如何能爱你的百姓。主啊，你来触摸我们的心。我要能触摸你心，我所做一切全为你指引，一生追求你直到天地配去。就一直接近我心，
要唱何塞那，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创造宇宙万物，创造美丽的世界，创造我们人类，我们至高无上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是属你的圣日，让我们这群有福的百姓一起聚集在这里。我们要赞美，我们要高声歌唱，我们要祷告来到你面前。愿主在这个地方分别为圣，在你的圣所，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得着属灵的祝福、力量以及信心，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见证。愿今天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得着属灵的灌养，得着属灵的力量，也得着属灵的启示。愿神的恩典与我们的礼拜同在。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能站着，我们要一起来祈念这个新的诫命，来明白主耶稣的教导。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这样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日的经文有2处，第一处记载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第二处记载在腓立比书3章7节、8节以及12节到14节。翻开我来念。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第二处经文。但是我一向认为有盈利的，现在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把这些看作亏损。不止这样，我更把万事看作亏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损失了一切，当作垃圾，为要赢得基督。这不是说我已经成功，或已经完全了。我继续奔跑，只求赢得那奖赏。其次，为要使我达到这目标，基督耶稣已经先赢得了我。弟兄姐妹们，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赢得了这奖赏，我只专心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全力追求前面的事。我向着标杆直奔，为了得到奖赏。这奖赏就是属天的生命，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呼召我去领受的。以下等献诗，请自强小组，他们要献的诗歌是《行在信实恩典中》。献诗完之后，我们请夏牧师做讲道。那他要讲的题目是“人生赛道，奔向标杆”。他为我有
讲道，请谢牧师、夏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谢谢志强小组唱这一首非常活力的诗歌，让我们一起行在信实恩典中。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你的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的信实何等大，何等的恩典。主啊，让我们每一次在经历的时候，就看见你在我们当中。主啊，在这个世界许多我们无法确定的事，但是我们能确定的是神的信实跟恩典。主啊，让我们牢牢的抓住，是为了要走上这一条美好蒙恩以及恩典的道路。我们要透过你的话语来彼此学习，愿主来带领引导。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透过这2段经文，要一起学习一个主题，叫做人生赛道奔向标杆。那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赛道，赛道的意思就是说你奔跑的方向你的目标，这个标杆在什么？我们要透过这2段经文一起来学习。好，那经文等一下我们会复习，我们要从一个最近非常热门的故事开始哈。迎向人生的标杆是什么呢？我们在8月11号刚刚我们巴黎奥运会落幕，那大家可能很多人喜欢运动的都还留在那个热情在很多的激情当中，特别我们台湾不错得了2面金牌了还有几面铜牌。那大家在这个故事当中有很多的激励跟启发。不过牧师要讲的是，刚好在100年前的巴黎奥运会，那是很特别的时段在1924年，当时的巴黎举办了第8届夏季奥运会。那这个奥运会已经100年，有什么故事好说呢？这个故事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角。这个运动会后来出现在一部电影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就知道，大概跟牧师同年纪了是在1981年，可能还有很多人没出生有一部非常出名的电影叫做《火战车》，很激励人心那个电影还得到奥斯卡奖。隔年的1982，那个主角叫李戴尔。当时的电影他可能不是基督徒啦在翻译他就把它翻成艾丽吕道，就是按照了英文来翻译的名称这样子。那这个故事有什么值得我们100年后来讲呢？这个为上帝而跑的人，这个主角叫李戴尔他是1902年到1945年，那中文名字叫李艾瑞或是李戴尔，都是跟他的英文名字有一点翻译的味道那这个人呢是苏格兰人，那已经经过了好几十年了，突然间有一个英国的制片家，他在翻阅那个巴黎奥运的一些故事当中，看到这个人李戴尔，他说这个故事真的很激励人心呢，所以他就把它筹拍成一部电影，叫做《火战车》火战车。那这个李戴尔他的名字很有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台湾第一位宣教师叫马雅各，对不对？他马雅各这个名字怎么来的？你看一下他的英文名字叫 Maxwell， 就是我们常常在广告上看的麦斯威尔咖啡的麦斯威尔，但是大家没有人叫他麦斯威尔，就知道叫马雅各，用那个马当成他的一个第一个姓所以我们这边也有马教授，姓马的那雅各当然就是用他的名字了James 雅各。那个巴克里也一样，巴克里他是他的英文名字叫做巴克里用这样的翻译。那这个都是属于他们都是苏格兰人，而且有的是从格拉斯哥大学，那这个李戴尔是从爱丁堡大学毕业的。那很有趣这个苏格兰人还有英国的很多宣教会，他们都是在东亚宣教，在中国在台湾都有他们宣教的足迹那这个巴黎奥运冠军怎么跟这个宣教师有关呢？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故事来看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这个李戴尔
他出生在中国宣教士的家庭，就是说他还没有得奥运冠军，他其实是出生在中国，在天津这个就是北方这个乡村，他的爸爸在那边传福音。出生之后，等到就学的年龄，他就被送回到英国去读书。没想到他有很棒的运动天赋，哇，他的球类打得很好。有一位田径的老师说，哇，这个人哦，他的脚力很快耶，所以就把他安排了训练那个短跑，练100公尺。好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边。他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100年前，他得到了400公尺的金牌。那我们不是说他是100公尺的强将吗？为什么会跑400公尺？那故事就是在这边。不过更让人家感动的是，1925年隔年，他才得奥运冠军，他就到天津，他小时候成长的地方，接续了他父亲的任务，宣教的棒子来传福音。但是没想到，经过20年，在1945年，在2次大战还没结束，他已经被关在当时的山东潍县的一个日本的集中营。在2年多之后，他过世了。那个故事，直到《火战车》这部电影拍出来，人家才知道说，哎，有这个人。然后，这个火战车他只拍他得金牌的故事，后段的故事，又有人把它拍成一部电影。那可能我们台湾可能没有注意到，那有播放哈，在2016年，在大概是8年前，有一个香港的导演，他在把它拍后段。第一部电影叫做《火战车》，第二部电影叫什么？叫《终极胜利》。那我们要请同工，我们在那个档案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影片哈，有人专门会介绍100年前的这个李戴尔，来，有没有点为大家播放一下？这个李戴尔呢，他当时参加本来是100公尺得金牌的最大希望，但为什么他会改跑400呢？我们看这段影片。巴黎奥运冠军，生死在中国。7月26日，巴黎奥运火热开赛。恰好100年前的巴黎同样举办奥运，100米飞人大赛最热门的夺标人选李艾瑞，不顾英国王室的劝说，临阵退赛，因为100米预赛被安排在主日举行，有悖于他的信仰。他改跑并不擅长的400米和200米，训练的变化和媒体的指责让他身心疲惫。这时，按摩师递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被这句古老经文激励的李艾瑞勇夺1金1铜，并打破了世界纪录。他的故事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烈火战车》，获得4项奥斯卡大奖。或许你不知道的是，李艾瑞是第1位生于中国、死于中国的奥运冠军。他的父亲为了传递好消息，从苏格兰来到中国，他就出生在天津。奥运会后，他放弃了英国的大好前途，回到中国奔赴人生第2赛程。他培养的学生，有的留学英国，有的代表中国出征奥运。后来，他辞去稳定的教职，子承父业，深入北方农村，服侍贫苦的农民。2战爆发后，他被关押在日军设立的山东潍县集中营，与他牧养的人一同受苦。3年囚禁期间，他照顾最弱的老人和孩子，用数天的盼望安慰狱友。他把那双珍贵的、记着金牌荣誉的跑鞋送给一个普通的中国少年，因为天冷了，孩子还吃着脚。英国首相丘吉尔把他列在交换战俘名单的第1位，他却把生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完全顺服，是他在集中营因病离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年仅43岁的李艾瑞葬于河北石家庄。他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巴黎奥运赛场上独特的跑姿，高昂着头，他满脸喜乐，眼睛甚至不看跑道，好像盯着天上的标杆，为永恒尽情奔跑。
好，谢谢。这个短短的影片哈，如果看过《火战车》或是看过他的传记，牧师这边有一本中文的翻译叫李戴尔这一本书哈这个传记。那刚刚结尾的时候那段音乐跟牧师有同样年纪的人知道，那个诗歌非常感动人。记得牧师跟谢牧师那个时候还是神学生，还没毕业。我觉得这个影片多少影响到牧师一生服侍的一种心智，虽然没有办法像李戴尔这样的一个全然的一个觉志现身，但是时时在激励着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神学院的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他的故事，就把它剪贴起来、收集起来，感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就在你的面前，当成你的典范。那这个图片都是这个李戴尔也好，李艾瑞也好，他这个历史的照片在1924年，这些都是然后他的一个座右铭就是说：上帝给我飞快的双腿，是叫我在跑步中荣耀他。他在中国的北方成长，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什么教育的训练，但是他就是神给他特别有奔跑、赛跑的恩赐。所以当他回去英国读书，他就开始在他的运动展现非常棒的天赋后来他们的教练看到说，这个人可以来训练短跑。那我们知道全世界所有的竞赛当中，100公尺就是好像这一种人类最高的极致，因为那个速度没有再比100公尺跑的速度更快的了。当然跑20、30那个是不用讲，但用100来当一个界限，人类所能冲破的那个速度，有时候0点几秒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这本书的这个书影这也有人画了一个比较漫画型的就是他的当时的海报当时的海报。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这个李戴尔的故事呢，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波折啦？有2个大波折。第一个波折就是他本来就是奥运100公尺金牌的，应该是囊中之物，但是碰巧，当他看到那个比赛表的时候，竟然那一天是礼拜天，就像现在这个时间。从他的信仰，我们当然也可以来研究说他可能他的信仰很保守嘛，怎么样？但是我们只能说敬佩他，他就为了守这个信仰，礼拜天我就是要守安息日，我要做礼拜，我要敬拜神，其他的荣耀我都不要，所以他就真的跟他们的领队说，我要放弃这个100公尺的比赛。你看，在那种高度的竞争，大家能够得金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再怎么劝说，他就说对不起，这违背了我的信仰，所以他就放弃了。还出动了当时英国的王子来跟他劝说，说好像一两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而且这个荣耀也是为神荣耀得冠军也不错但他说不行，因为违背了我的信仰，所以他就放弃了。英国只好派别人来参加。不过更有趣的是，当时可能赛制没有像现在那么严谨而且他们的赛期蛮长的所以他们的主办就是他们的代表队就帮他报名说要不然你改来跑200公尺跟400公尺。我想对运动有理解的人跑100、200不是一样吗？不是那个要最顶尖的比赛，就很困难去改变你的速度你的呼吸你的配速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说好像参加个有交代就好嘛200、400，但没想到在那个高度的压力之下，他改跑200、400，200公尺得到了铜牌，然后400公尺有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本来就是最强棒，就美国的一个选手，
他在初赛的时候就已经打破纪录了，大家都不看好，因为你这李戴尔怎么那么搞怪啊？这干嘛哈？他就没有看好他。但他在压力当中，他竟然不只是得冠军、得金牌，而且还打破世界纪录。然后这个风光的故事哈，而且曲折的故事，成为英国的大英雄。苏格兰最受欢迎的这个运动员。我们知道得奥运金牌，刚刚我们台湾才庆祝过啊。我们今年的巴黎奥运，我们的李阳啦、王麒麟啦、林玉婷他们得到2面金牌，你看多么风光啊！英雄人物啦。他们实质奖励多少？国光奖章还有奖金2000万，而且听说他们的市长还加码，有的300万，有的500万。那这实质金钱之外，听说更大的收益是代言呐。哇，有人要请林立婷来拍广告啦，王麒麟、李阳啊，到处去受人家邀请当贵宾呐，这些更多啊，收获就不简单。好了，这个是一个奥运选手应得的，我们也觉得很荣耀，对不对？你看得冠军唱国旗歌的时候，他都流眼泪。这个李阳在出去比赛之前呢，曾经到台北的行道会接受按手祷告，曾经也出了一点风波啦，就说那这个是祷告才得胜吗？我想这个个人的信仰我们也觉得他有被按手祝福也是很好的事情。这位李阳本身他的才智让人家不看好，但是他讲了一段他的励志的金句，他说：“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得到希望。”这是他的人生座右铭，所以他能够从那个体格啦、各种运动的不是最强的当中，他整个这个逆争上游就是得到冠军。他还讲说，他把自己做好了，相信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你看，这个林立婷也是在很多性别的争论当中，他就安静他的心，一路打到冠军打到金牌。好，那你看这些奥运选手回来，你看在台湾，在我们的台北的公馆路，哇，就像英雄一样这样在游行，接受大家的欢呼，他们把它称为英雄谷。我们都知道，在世界顶尖的运动选手当中，很多参加人士说，我能够上到这个舞台就是无上的荣耀，更何况是得牌，而且是得金牌。好，那这些荣耀当中，我们就来对比这位100年前得冠军的李戴尔。他在1925年，就是隔年还那个风光的热情还在国家的时候，他就悄悄地离开了他的故乡，来到中国天津来当宣教师。他起先他是读应该是读科学的读这个理工的，所以他就当老师。后来他就受安立成为牧师。我们需要看见说，一位得冠军的选手，而且是那么受欢迎的选手，他能够看淡这一切世间的荣耀，然后他舍下奥运金牌、苏格兰最受欢迎运动员的光环，他有一个更强、更大、更吸引他的一个冠冕，就是上帝的大使命。我们能够在什么竞赛、什么比赛得冠军，我们就觉得已经是非常荣耀了。但是他把这个最高的荣耀放下来，就到天津去参加这个宣教。更让人家不舍的是，他在那边一共20年的时间。1945年，对不起，是写错了1945年2次大战结束前，他才43岁，等于他一半的时间，寿命的一半是在读大学，大学前的荣耀，但是后来的时间就是陪着中国当时的农村，当时的百姓传福音，照顾他们，而且就在不久你知道，1925年他就是经历到第1次大战，
然后第2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当他在服侍过程当中，就我们看到8年抗战的故事就在他身上出现，而且北方很早就被日本占领了，就是活在那个压力之下。后来太平洋战争发生，我们知道就是2个联盟就打起来了嘛，所以日本就把英国、把美国当成敌人。所以把这一群当时在那边宣教师也好，在那边工作的，或是他们的租界，都全部把它集中起来在战俘营里面。那些李代尔他先把他的妻子儿女送到英国去，送到加拿大去避难，但他不愿意离开，他真的要陪伴这一群跟他一起同甘共苦的人。那就这样的故事。没想到在他43岁的时候，在集中营当中，因为没有好的卫生，没有好的健康，没有好的营养，他又为这一群战俘服侍，没想到就生病了。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年轻，而且是奥运冠军的选手，他竟然生病，后来就死在战俘营里面。不久就战争就结束了。他很不舍很多人帮忙扶棺呢，要为他安葬。后来他葬在河北那个地方，在那个我们都知道，战后不久就国民政府就迁来台湾了嘛。那中国共产党他们又不信神啊，但是竟然这位李代尔他的墓没有被破坏，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人格者，一个对中国有贡献的人，所以他们后来又帮他重新一个纪念碑。这个李代尔纪念碑特别在上面还刻了一段经文，就是今天我们读的以赛亚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的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这在共产的社会里面，能够公然刻上经文的，那是不简单。因为他真的是让所有当时的百姓很大的一个感动好，那我们从他的故事，我们来回照保罗给我们的教导。为什么这个李代尔他有这样的心智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让我们同样学习到一个更高的价值，让他看到世间如浮云看到世间的一切荣耀不把它当成他唯一追求的。保罗在腓立比13章7到8节、12到14节有这几段教导，这是我们常熟的圣经。我们再次对照吕代尔的人生第一个，为了基督的缘故，保罗说他一向认为有盈利的，现在把这些看作亏损。我们是要做一个理解不是说当作亏损什么都不在我身边，不像古代有很多这个修道士他们真的就按照字面上的解释，全部把它移除掉。他们跑到沙漠去，跑到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资源的一个旷野来做修道，他们就按照这个文字写。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理解的意思是比较平常的啦，就是原先你最看重的世间的财富也好，名声也好，你现在把它看淡了，不是唯一你的追求了。你觉得拥有跟没有拥有其实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态度第二个，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耶稣基督高过一切世间的财富，所以他为了他，我损失应该是丢弃了一切，当作垃圾，为要赢得基督。这是他保罗他的一个奉献的心志。第三个，基督耶稣已经先赢得了我，不是他自己去争取而是他领受到耶稣基督赢得他，让他死心塌地或是甘心乐意为主来牺牲，因为他得到那个至大的恩典，拯救的恩典，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所以他才说，这不是说我已经成功了或已经完全了，我继续奔跑，只为求得那奖赏。换句话说，这个奖赏不是马上临手就拿到的，是我一生努力要去追求的，一生在我的道路上，我的工作，我的服事，我的态度，
都是为了得着那个奖赏，所以整个一生的生命就是为得着这个奖赏而努力，不是一时的，好像得冠军了啊，回来就那个奖赏就已经得到了，不是，是一生的道路。第四，他不认为已经得着了奖赏，他说我只专心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追求前面的事。第13节，换句话说，他讲的追求，因为耶稣已经得着我，他是追求永恒的追求，而不是一个段落就结束了。所以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虽然他在宣教，很多地方的教会被他建立了，但他仍然觉得这是他一生要走的道路。第5个，他最高的奖赏是这个，他说要得着属天新生命的奖赏。属天新生命，他为了得着奖赏，向目标奔跑，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呼召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用李戴尔的故事来做印证。李戴尔真的有保罗的一个心智哈，所以弟兄姐妹，寻求人生赛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跑在这个赛道上，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有的后跑，有的先跑，但是这个标杆，你到底你的目标心向什么？什么是你最高的价值？什么是最高的冠冕？李戴尔的标杆，他就像保罗一样，要将福音传到未传之地。有几件他的故事可以来印证这一个部分。第一个，他发现他有运动的天赋，打球打得很好，赛跑跑得很快，但他说，上帝赐给他天赋，他是应该首先要荣耀神。所以当他遇到礼拜天要做比赛的时候，他觉得他荣耀神优先，啊，国家的荣耀先放在下面。所以国王、王子那些官员劝说，他就觉得不为所动，连国家的荣耀他也觉得不能高过神。我想这个态度真的让人家，我们如果平常人觉得匪夷所思，对不对？但是他把这个看作是最重要的，不能改变的。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自己人生的价值，觉得那个价值你不可能为了它来打折。也因为人有这样的价值存在，所以你的动力就一直在，因为你觉得那个就是你追求的。所以这个价值不是一个虚幻的啊，价值是在驱使你的生命去得到它，然后你的生命力、你的智慧、你的信心、耐心就这样发挥出来。我想参加奥运的选手也大概类似，有这样的心智。第二个，他不轻忽所得的恩赐。他自己提起说，这段话是在提摩太前书4章4节。他每次奋力奔跑，都感受到上帝的喜悦，都要借着跑步来荣耀上帝。换句话说，他把他的天赋他的恩赐、他的能力看成是荣耀上帝的。弟兄姐妹，你有不同的恩赐吧？你可能有科学的恩赐，你有医疗的恩赐，你有科学或是艺术，或是很多治理的恩赐。你如果把它当成说，我在做件事情是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不只是服侍人群呢，我是在荣耀神。你看这种工作多么快乐哈！但你如果说我们台语一句话说“做几行万几行”哈，再怎么做都觉得不快乐，那你就觉得很难过勉强是为了肚子为了五斗米，那会觉得很难过。但是这一位赛跑的选手，他是为了上帝而跑。第三个，这个故事刚刚我们看到在影片短片一闪而过牧师再解说一下。他改跑400公尺，那个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事情了。总是比如说你要改跑不同的那个公尺呢，那总是要练个2、3个月嘛，他是隔几天就要跑的。所以他当时听说他非常的紧张。第二个，你知道人如果不放松，整个肌肉会发炎呢，就很崩。那你说这个不是我的强项，还要跑，那怎么办？当他在非常沮丧又压力很大的时候，他的按摩就是那个运动医学的那个陪伴者传了一张纸条给他。这张纸条就是写了撒母耳上记上的2章30节，
他这句话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他突然间，他整个压力都消失了。他知道说，他能够先尊重神，所以他也觉得神要跟他同在，所以他又改了他的心志了。他带着荣耀上帝的目标出现在跑道上。那个电影在报道这位李戴尔的时候，他说他在跑的时候好像很快乐，好像很欢乐，而且头仰仰的，好像看天。他跑得很快乐，他就得冠军这样子。他改跑400公尺，在重大压力之下，这段经文大大的鼓舞了他的斗志，不止得冠军，而且打破纪录。他知道，不是他在跑，是神看重他，尊重他，要让他在人的面前做见证。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奇妙的故事哈，而且是在同样一个奥运的场合当中，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所以李戴尔后来献身传福音，而且到死，我们看到他一生所要争取的，就是上帝的特大奖。固然奥运的金牌是多么的荣耀，但是他认为他能够为了投身中国的宣教，放弃奥运的光环。我们发现到说，李戴尔他的生命中真正奔跑的不是在运动场上，而是在中国的宣教。不同的赛道，不同的目标，李戴尔跑了这一条路，而且跑到一条孤单的道路，不是人群的道路，传福音的道路。他在最后要过世前，他讲了一句话，说完全顺服。即使在那么苦难当中，在集中营，饮食、卫生、健康都不是那么好的当中，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退缩，而且甚至呢，他把原来可以先释放的，因为当时的首相丘吉尔觉得这个人太重要了，所以就跟对方在讲交换战俘的时候说，这个是优先的，拜托这个李戴尔先犯。但是这个李戴尔竟然说，我不能离开，他把他这个权利让给别人。他在集中营当中一直在安慰这一群受苦的百姓同胞，所以他就常常唱这一首诗歌，在我们的圣诗里面叫做614首，叫做《我灵平静》，成为他集中营当中最喜爱的诗歌。等一下我要讲我们的诗情来谈这首诗歌，让我们知道当时的心境。不过最后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是的，我们人生有很多的目标，我们的高中生上大学了，要升国中了，升高中了，你人生目标一定会选。我期待我们人生有很崇高的目标，但是神给你的更高的标杆是什么？其实你可以同时拥有的，但是你愿意跨越，把你的价值观，上帝给你的人生标杆超越世间所追求的，这是无比荣耀的标杆。这一个圣诗非常出名哦，因为他是芬兰的这一个作曲家西贝流士所写的《我灵平静》。我们请音乐可以等一下先弹一下哈，有没有圣诗610首？抱歉没有，先告诉你，弹一下单音就可以哈。我要念一下经文，这个歌词，他说：“我灵平静，安稳在主意下，忍耐背负忧伤痛苦十架，照主所爱，听他命令安排，世事多变，我主信实永在。我灵平静，经历荆棘坎坷，救主耶稣赏赐平安喜乐。”我们在这个音乐之下，如果有人会唱，可以跟牧师一起唱，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一个回应哈。我灵平静，安稳在主意下，忍耐背负忧伤
是家。照主所爱，听他命令安排，世事多变，有主心事永在。我灵平静，水里荆棘坎坷，耶稣我主，丧失喜乐安宁。是的，这首诗歌成为李戴尔在集中营当中一个支撑的力量，直到死。他说完全顺服。他在集中营当中我们知道在中国北方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机构叫做内地会。那个时候，戴德生的孙子也被关在里面。然后他后来在做见证说，他亲身看见李戴尔那种完全的释放、完全的喜乐平安，给他很大很大的激励。这个就是后来成为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叫戴绍曾。他小时候也被关在那边。神的恩典，藉由许多美好的见证留给我们。是的，我们的一生才几十年，怎么样追求一个至高的人生标杆，是神动工才有办法。人的能力，只要臣服在神的恩典之下，你必要看见这个人生的赛道，神给你的标杆。我们要先来做祷告，之后我们有2个节目。第一个，我们要请我们的婉丽姐妹来做见证；再来就是一个医治的祷告。我们每一个月有一次，我期待大家一起来经历神的医治，所以大家在等一下医治祷告时间可以到前面来，也请我们同工长老还有代祷团队小组长预备，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我们一生的经历可能不同，但是主给我们新生命的应许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吕戴尔这位宣教师，他舍弃了奥运的光环，愿意走在追求永恒生命的道路冠冕上。主啊，我们人生有不同的追求，但主啊，就让我们在追求属世的一个荣耀当中，也把传福音、为主见证成为我们生命的标杆，因为这个是天上永恒的价值，没有办法替换的。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些典范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学习。也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从你来的能力，勇敢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在接下来呢，要邀请我们的郑婉丽姐妹，她参加了中保代祷，什么样让她得到那么大的激励跟感动？我们用拍手来欢迎她，来欢迎婉丽姐妹。弟兄姐妹平安。我的名字叫郑婉丽，今天我要来分享我买房子的心路历程。在今年的3月23日，我的房东忽然间要我在5个月内搬家，他的房子不再租给我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心非常的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这里住了11年，日子过得也算平顺。不明白上帝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上帝如果要关一扇门，必为我开另外一扇窗。所以我祷告，用期待的心为上帝要赐下更适合我的居所而感谢上帝。就这样，我决定要买房子。在灵修时，上帝赐下他的话语，在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
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39篇9节，因我所遭遇的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上帝的话语让我安静下来，也提醒了我不要专注在所发生的事情上，以至于焦虑分心，满脑子想用什么方式做、何时做等等，让我的思绪混乱，无法专注于上帝。这时候我就开始用祷告等候上帝，又觉得自己的力量微小，决定写中保代祷卡，请教会的兄姐一起祷告，力量会大一点。因为中保代祷团队是祷告的军队。在写中保代祷卡的时候，发现我不清楚要买什么样的房子，而且现在房价这么贵，我负担得起吗？所以我又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在以赛亚书41章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大胆的开了5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要有和善的邻居和安全安静的环境。2就是在东区教会附近骑车10分钟可到。3 600万以下。第4要有电梯。第5 2房1厅20平左右。除了写代祷卡，我也请小组的姐妹们一起祷告。因我开出的条件，很多人都觉得我会买不到房子，这帮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要更谦卑，更多的依靠上帝。我相信我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在以赛亚书43章19节，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因上帝要在我这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他的荣耀。就这样，我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就买到在东区骑车10分钟可到教会，26平，600万以下，有电梯，然后楼上楼下都是基督徒邻居的房子。哈利路亚！上帝应允我的祷告，且超过所求所想。感谢上帝，也谢谢中保代祷团队的弟兄姐妹。今天我在这里见证，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我也要邀请弟兄姐妹，如果想在祷告上更多的经历上帝的恩典，欢迎来参加中保代祷团队。或者如果有什么困难难担当的事，也可以写中保代祷卡，我们中保代祷团队的兄姐会衷心的为你们祷告。那代祷卡有3种颜色，这个黄色是一般代祷卡，红色是应允卡，蓝色是事工卡。期待在中保代祷相见，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谢谢。好，很感谢婉丽姐妹她的见证哈。祷告是这样子，顺利的时候、成功的时候要感恩谦卑，缺乏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挑战的时候要学会仰望。那我们感谢婉丽姐妹她做这样的见证哈。我们教会哈，这个祷告团队或是我们的祷告事工哈，对于买房子很有恩赐哎。我们教会好像有，我知道听到4、5件哈，都是因为神的祝福哈，买到又好又便宜，而且又很非常棒的房子哈。当然，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为了多赚钱来买房子，或者是说什么投资的，是因为你真的有缺乏，也许遇到困难，房东要收回了怎么办？是的，我们要一起祷告。一起交托，我们鼓励弟兄姐妹1个礼拜奉献1个小时在祷告室，
你不只是为别人祷告，用祷告卡来祷告，而且你为自己祷告，一个灵修的时间。我们如果你有感动尝试看看，到楼下1楼我们的公布栏那边有一个表格，每1个小时1个单位，你可以签名上去。有困难不熟悉，可以请教我们的大楼团队，我们的指导老师。这个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经历祷告的恩典，我们要为弟兄姐妹来做医治的祷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请我们的敬拜团能够拿麦克风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医治我。在唱诗歌当中，鼓励在5楼、4楼，你觉得第一个你真的有实质上的病痛，第二个你有心灵上的困难，想要得释放，第三个你有什么样的心志想要期待一个神的应许，都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也请长老，我们请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代祷团队来预备，来为他们做按手的服事。我们来看这首诗歌，看下面那首诗歌，请同工播上诗歌，医治我。在唱的时候，就慢慢陆续到前面来，一起来。上的芦苇它不折断，将积了主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大家不要客气，在楼上楼下都一起到前面来。我必得痊愈，我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在翅上腾，奔跑走天路。从医治我这一首再来，从这边唱。医治我。大家不要客气，可以到前面来，鼓励大家勇敢到前面来。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在翅上腾，奔跑走天路。我们音乐轻轻的来，我们请同工开始为前面的弟兄姐妹来做服事，把你的需求轻轻的讲，愿神医治，愿神医治。我们等诗歌开始的时候，我们再请这个副歌的部分，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轻轻的唱，带领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神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医治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必得痊愈，如鹰在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在翅上腾，奔跑走天路。我音乐继续。医治我，我必得痊愈。我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在翅上腾，奔跑走。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好不好？再唱这段诗歌，一起来唱。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
感谢主，牧师要来做宣告的祷告。是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医治我，我们求你赐下天上的医治、平安跟健康，在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站在前面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肉体病痛的需要的健康，有心灵的软弱需要神的扶持，有许许多多的祈求，愿神亲自来应允。神啊，愿他们勇敢地走到你前面，愿神亲自应许他们所祷告、所求、所想。我们也为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因为我们无论什么样的需要，有主的同在，我们就看见神的供应必不缺乏。我们也为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同心在你面前。是的，主啊，你是供应的神，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你是医治的神。我们确信，当我们用信心摆上的时候，你奇妙的医治、奇妙的大能就要临到我们。是的，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正在接受治疗，特别是癌细胞攻击的弟兄姐妹。神啊，我们恭敬将他们交在你手上。神啊，求你赐下你医治的手、恩典的手，扶持、保守，让他们透过医生的医疗，能够完全得到医治，坏的细胞完全的消除。是的，主啊，在人是不能，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做。奉你们的祝福，在前面的弟兄姐妹以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的祷告蒙神来垂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回座，谢谢愿神应答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起准备来做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兄姐请坐，我们一起来读本月的金句，在周报最后一页的最下方。请，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我们在7章24节到25节，我们再一起背诵一次。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7章24节到25节，我们翻到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圣工分配，主理是夏温学牧师，司理是王俊仁执事。第3页，上周、本周各项聚会，牧区小组出席的记录，聚会的讯息、时间，请自己来看。我们翻到第4页，肢体交通，本会消息的部分。第一，本主日8月27日为政府所定祖父母节，本节日由政府颁定实施，每年8月份第4主日，本日期与开学日相近，要透过倡导祖父母跟子女、孙子女全家团聚，分享暑期生活点滴及指导孙子女做人处事道理，并鼓励让祖父母、父母陪伴孙子女一起上学下学，也让祖父母与家人更亲密。第2点，中保代祷事工，征求50期第50期的代祷同工，下主日9月1号2堂礼拜要举行差派礼。那报名呢，到8月31日截止，请有感动的兄姐来报名参加。那可以在1楼的公布栏填写您合适的时间。今天2堂主日礼拜中，有郑婉丽姐妹与我们分享她美好的买房子经历的见证。第3小点，差派礼下主日9月1号2堂礼拜当中将举行中保同工差派礼，请所有新就任的同工一起出席接受差派。在第1堂结束礼拜结束后10点半，第1次报名参加的同工请到教育中心的大祷告室集合，由团长为您做服事前的说明。第3点，本会预定9月8号起推动第7期的幸福小组，从7月份到9月初，小组同工正在筹组进行 Best 的邀请。如果您有感动的人选，可以成为我们的 Best， 也邀请他来。那9月8号到11月3号，总共有8周的幸福福音现场。在这8周幸福小组之后呢，在11月3号、12月1号有2次福音主日名人讲座，还有感恩节福音茶会，邀请 Best 来决志受洗。12月15号为欢庆主日，接受洗礼圣典。那第2小点，已经筹组的幸福小组有8组。那另外呢，保罗牧区预定会举办4场的福音茶会。9月1号下主日2堂礼拜中要举行幸福小组启动的差派典礼，请全体的小组员参加。第4点，本会定9月6号到7号邀请黄以诺牧师主领2堂祷告培灵会。第5点，本会定9月8日下午2点举行吟诗漫游地球村讲座。第6点，婚礼讯息，本会皮怀生弟兄与叶山营执事的第2公子皮木凡弟兄，还有陈明宇姐妹定于10月19日礼拜六上午在本会举行婚礼。那在中午的12点半，会在台糖长隆酒店3楼举行喜宴。那如果要参加的人，那请到公布栏登记，统计人数，报名到9月8号为止。第7点，第5页的第7点，欢迎兄姐订购2025年信仰周历手册，
每册是100元，登记到9月22日。第8点，今日医治祷告时间在今天2堂礼拜当中。那第2小点，本会第2期奖助学金已经开始申请，凡符合资格的人，请到办公室索取填写表格。申请截止日是9月8号，颁发奖学金的日期是9月22号。下面门徒培育事工，第1点，富强50喜年祷告的树见证集第2集邀稿。代祷团队为迎接教会50喜年，要出版祷告的树第2集，征稿截止日为明年的5月底。欢迎兄姐，如果有一些祷告有得到印证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祷告的树来投稿。2024年度理财有道的课程招生中。第3点，社区音乐班、书法班招生，预定在9月7号开课。欢迎有兴趣的人员家中有小朋友想要参加音乐班或书法班，也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哀伤陪伴的消息，等一下牧师会补充报告。那牧区团契的消息也请我们自己来看。第7页，青少年学子都已经暑假接近尾声，即将要开学，也请特别为我们教会当中家里有小朋友要开学，为他们代祷，尤其是要到外地读书的青少年朋友们为他们的就学适应来祷告。奉献征信呢，在第7页下面，如果有出入的，请向财务部或者是办公室来更正。以上报告，接着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感谢主，我要先来介绍，我们今天有几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第一位是刘品贤，是不是贤对不对？是我们宣荣的妹妹，从中部来的欢迎你，欢迎你，谢谢。是王洪恩的小姨子吧，对不对洪恩的小姨子，欢迎你。第2位是肖明娟老师，肖明娟老师在这边，欢迎你。是我们雷雅云老师的同事欢迎你。还有一位杨之颖姐妹，欢迎你，也是雅云的朋友，欢迎你来参加还有一位是魏启洲弟兄在这边，魏启洲弟兄好，欢迎你感谢主欢迎你，欢迎你。今天有很多新朋友来感谢主不过还有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刚刚不是有说要登记婚宴的吗？今天的主角来到这边了，皮木环跟陈明宇，来欢迎啦，来看一下，恭喜恭喜恭喜！哇，这个尖叫声很像奥运的冠军，对，看到他们2个要赶快要祈愿，让他们请客的赶快去签名好不好？好，牧师在这用投影片做几个补充了。第一个今天是祖父母节，那个日期写错了，是今天。在场阿公阿嬷举手一下，阿公阿嬷，只有我们有这吴弟兄，还有马教授，我们给他们各自鼓掌一下，那边也有祝你祖父母节快乐祖父母祝福你。抱歉，以后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祖父母节的礼物我们有爸爸节、妈妈节的礼物就是阿公阿嬷很贴心看到孙子心中很快乐，祝福你们另外呢，就是我们这图卡里面有一个50期的代祷勇士，那再一次鼓励大家1个小时你会经历奇妙神迹，1个礼拜才1次，你可以挑选你适合的时间，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你可以签名如果有问题的可以问我们的持宝老师参加你会觉得虽然奉献1个小时，你会有很大的改变。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代祷勇士。刚刚婉丽姐妹讲说，这个祷告是一个军队，真的是在征战不是一个空口白话的，是神的动工欢迎大家
下个礼拜就要差派了，赶快签名哦哈。第二个是我们幸福小组，下个礼拜我们请所有的小组长、幸福小组的组长，还有我们的组员，我们要到前面来。大概有2个差派，一个是我们的代祷团队，一个是我们幸福小组，我们的代祷团队来，请你们各小组预备一个队呼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保罗牧区，他们是用福音茶会的性质哈，那我们请区长跟我们的这个小组长也能够出来接受祝福，好哦。那这个刚刚有提过了哈，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祷告培灵会，就在礼拜5祷告会的时间，还有礼拜6下午的时间，我们请把它预备起来，一起来参加。我们从黄宇路牧师得到很多属灵的教导哈，还有一个漫游地球村也欢迎我们特别鼓励大家来找到有需要的朋友来参加这个哀伤陪伴我们马教授呢，他们推广这个事工已经推到全世界了，英国也有，美国、东南亚。我说很奇妙我们一个小小的事工，竟然有那么多的，特别是中文世界的教会参与了。那我们这个美好的事工是为了帮助那些失去亲人的一个事工。如果教会里面或是你的好朋友，他们有哀伤没有办法走出来，或是有许多困难在他身上，请你们鼓励他们报名。楼下有那个 DM 或是拍那个档案传给他还有那个 QR code 介绍。有的人是自己心中忧伤，他自己走不出来，他根本不想报名，你就鼓励他勇敢的走出来这个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子。还有另外我们有订了中年团契的这个梦中族的存钱筒请大家有需要的去登记这个是很传统台湾味的存钱筒竹子做的所以下个礼拜就要截止了，有需要的人再去签名好，我们就报告到这里。我们今天也有那个爱心午餐，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在那边有很美好的交易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颂龙，兄姐请起立。祝祷，请夏牧师。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引导，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来默祷闭会。